買樓從來唔係一場單純看升跌嘅賭局，而係一場對個人資產負債表嘅極限壓力測試。買一手係用未來嘅空間換而家嘅便利，而買二手係用而家嘅耐性去換未來嘅安全。就係經濟學上嘅時間編號同我哋講，買迎進呢一類嘅一手新盤呢，你係預支緊未來嘅升值空間，去換取而家嘅流動性同埋居住質素。呢一種物業呢，最適合月入呢過6萬以上，有穩定花紅同埋專業資格，但係首期只係儲到100萬左右嘅專業人士。發展商嘅靈活按揭配套呢，就幫你降低咗入場嘅門檻，但係代價係呢，初期嘅租金回報呢，必然呢係會比買入成本呢去攤薄咗嘅。短期嘅升幅亦都會提前被收割，只要你入息極度穩定，亦都唔急於短期嘅套現，呢個就係用資金換取時間同埋生活質素嘅決策。相反，沙田第一城呢類咧正在經歷價格踩踏同埋重估嘅二手藍籌咧，我哋更加睇重嘅係安全邊際。佢適合嘅係手持300萬以上現金，唔急於上樓，願意用半年時間去等業主去減價求售嘅防守型投資者。當市場恐慌嘅時候，你可以用極深嘅折讓價執平貨，而買入成本咧亦都會大幅降低，你嘅租務回報咧亦都會極具防守力。呢批買家賺嘅唔係大市暴升嘅錢，而係買入嗰一刻嘅安全折讓。買樓從來唔係一場單純看升跌嘅賭局，而係一場對個人資產負債表嘅極限壓力測試。買一手係用未來嘅空間換而家嘅便利，而買二手係用而家嘅耐性去換未來嘅安全。如果計唔掂數，寧願按兵不動，呢個先至係優專嘅資產除錯精神。數據留咗喺度，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嘅財務體質究竟係屬於高現金流嘅一手型啊，定係高資金厚度嘅二手型，歡迎去我哋嘅 Instagram 聽1分鐘嘅資產除錯術語，又或者喺 comment 嗰度等我哋知你嘅諗法。我係優專嘅 Hadley，我哋下次再分析過。